哥林多后书第8章，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，因有对患难经历真侪考验，还佫充满欢喜。虽然非常散赤，还佫非常慷慨捐献。我话当甲恁证明，因已经尽因所有奉献。甚至超过因的气力，因热切求愿，互因有参加救济犹太信徒事奉的光荣。因安尼做，毋若超过阮的期待，甚至遵趁上帝的旨意，大声将家己献互主，然后献互阮。所以，阮肯提刀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诸神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情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丰富。阮爱恁对这项诸神的工作，嘛着遐尼慷慨。我安尼讲，毋是在命令，是爱恁知别人热心在帮助人，来考验恁的疼心是毋是真的。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虽然富足，毋过为着恁诚做散赤。是要互恁因为伊的散赤诚做富足。关系这项代志，我建议恁较好即时就去完成旧年开始的募捐。恁毋若大声行动，搁大声提倡，但恁着完成这个工作，用起头计划的时的热心，尽恁所有去做来完成。恁若欢喜捐献，上帝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。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，我毋是要加添恁的负担，互别人较轻松。既然恁现在富足，就供给散赤的人，安尼恁散赤因好业的时，伊嘛会供给恁，安尼才有公平。照圣经所记载，多的无剩，少的无欠。感谢上帝，互提刀亲像我遮尔热心帮助恁。伊毋但有欢喜接受阮的恳求，阁非常热心自愿帮助恁，决定要去恁遐。阮另外派一个兄弟甲提刀做伙去。这个兄弟伫传福音的工作有受到正教会的称赞。毋但安尼，伊受正教会选派做阮旅行的谈判。来参加阮这项诸神的工作，这个工作是要归荣光互主，阁表示阮欢喜甘愿得做。阮非常谨慎地处理人慷慨奉献的钱项，才免引起人的批评。因为阮的动机光明正大，毋若伫主的面前，伫人的面前嘛是安尼做。所以，阮要阁派一个兄弟甲因做伙去。伊经过阮真侪遍的考验，知伊伫真侪代志热心帮助人。现在伊非常信任恁，就更较热心要帮助恁。讲到提刀，伊是我的同伴，做我的同工帮助恁。甲伊做伙去遐兄弟是逐教会差派的，是基督的荣光。所以恁着对逐个教会公开证实恁的疼心。阁证实阮对恁的夸口。